六师傅，倾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跟吴三桂一直以小弟的性命胁迫我，可是我弟弟早在3年前已经意外身亡了，你们却一直瞒着我。你弟弟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好好活着呢。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已经全都告诉皇上了，皇上也饶恕了我的过往之罪。师父，只要你能悬崖勒马，真心悔过，协助皇上早日铲除吴三桂，皇上也能对你既往不咎的。倾城，你真是糊涂！你怎么会不相信为师的话，去相信这个皇帝？倾城，你弟弟他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呢。雪衣居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骗雪倾城也是没有意义了。康熙，是你骗倾城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吧？可是你怎么能识破倾城的身份？其实早在山西的时候，被吴三桂的人马追杀，朕就已经怀疑你们了。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们，可是你却一直不动声色。你城府之深，果然是做帝王之才。当年，我梅花门上下500多门徒，全都命丧于明军铁骑之下。是王爷救了我，还有剩下的几个门徒，所以王爷对我梅花门恩重如山。我雪衣居士又怎么可能对王爷背信弃义？那岂不是天理难容？皇上，王爷是先帝封的藩王，对大清有恩，绝无二心。这次雪衣居士行刺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与王爷毫无关系。你真的就心甘情愿替平西王去死？师父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皇上说过，只要你能指认吴三桂的罪行，就能饶恕你我不死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大清皇帝。倾城，你既然已经出卖为师，那么为师也不会再念咱们师徒之情。皇上，你只知道倾城是我的徒弟，你可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？皇上，我雪衣居士的敌人是朱明，并不是大清，所以对皇上而言，无论是我还是王爷，都不是你的敌人。你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反抗朝廷的乱党。自大清开朝以来，一直有文人以贤明臣子自居，不肯到清廷就职。各地也一直都有反抗朝廷的乱党，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，不成气候。朕现在心里最担心的就是吴三桂。看来皇上还是低估了那些前明余党。这样吧，我雪衣居士任由你处置，只要不将我的罪迁怒于王爷身上，那我将戴罪立功，揭发这宫中的另一伙奸细。前明的晋王李定国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领导着一股反抗朝廷的力量。这些年，他们韬光养晦，形成了气候。只要皇上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会揭发这宫中的李定国的奸细，并会和你们一起剿灭明珠谷。皇上知道，这明珠谷地势险要，机关重重，只要有了老奴，你们才有可能将这明珠谷一举剿灭，永绝后患。师父，你这是要引祸江东，为吴三桂开罪吗？皇上，老奴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这李定国在宫中安排的奸细，雪倾城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替你梅花门复仇，为了效忠你所谓的大恩人吴三桂，你在明珠谷藏了这么多年，六师傅，你可真是忍辱负重。您是
六师傅，我奉旨擒拿你。永和宫外到处都是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我师徒一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投降吧。我说皇上的功夫，怎么会突然间这么高？原来是你！师傅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吴三桂是天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，你为他卖命，这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。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古人云：“女人为了爱情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”你是为了他才背叛为师的吗？我杀了你！六师傅，论功夫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投降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以死来向王爷谢罪了。六师傅，倾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她狠不下心来对你，难道你要狠下心来对她吗？他现在眼里完全都只有你，哪有我这个师傅？六师傅，灭你梅花门是明君，欠你的是我大明，是朱氏。跟倾城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放了他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的心智却胜于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要伤害薛姐姐！六师傅，你听我的，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你现在杀了薛姐姐，你不可能离开紫禁城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薛姐姐。我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你，怎样？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我现在就去见康熙，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还有这明珠谷所有的秘密告诉他。大不了，咱们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住手！大胆狗贼！赶快把丽妃娘娘放了，饶你不死！丽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把她当娘娘供着。却不知他是反抗朝廷的乱党。你说什么？不光是他，还有这李太医和他所谓的妹妹李易欢，他们全部都来自前明余孽联盟的明珠谷。够了！薛居士，你受平西王指使刺杀皇上不成，反而挑拨离间，诬陷我们兄妹跟丽妃娘娘。你以为皇上现在还信你吗？薛嬷嬷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自行了断。锦城，你虽然出卖为师，但是为师不是真的想让你死，更不想我们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师父，易欢，你如果想让我放了倾城，除非你来替他做人质。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环妹，放心吧，朱哥哥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紫禁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拿我来换薛姐姐。易欢，走，让开！都别动，让他们先走。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别敢过来！千万别乱来啊！你逃不出紫禁城的！你给我走开！走开你们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随我上摘星楼，别耍花样。好。
我随你上去。把这包围起来！这学艺居士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刘师傅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你只要别跟他们出卖我跟朱哥哥的身份，更不会出卖明珠谷，我就保你安全的离开紫禁城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出卖我，来换取康熙的信任。好，我要活着到电都见王爷，告诉他你们明珠谷联盟与他结盟根本就是假的。皇上吉祥，都平身吧。这谢皇上。丽妃，没事吧？皇上，臣妾没事，但是易欢妹妹被雪嬷嬷劫持到了摘星楼上。皇上，你看，雪衣居士，这紫禁城内全都是大内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现在放了易欢，朕可以饶你不死。康熙，让你的人都走开，不然我点了这丫头的穴道，然后再把她从摘星楼上推下去。别动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攻啊！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把兵刃都收起来，把兵刃都收起来。六师傅，你看到了吧？皇上还是很在意我的。早知道你这丫头如此能耐，当初我们6位师长又何必煞费苦心，培养倾城来施这个美人计？刘师傅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只要你不出卖我们的身份，我保你安全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。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但是，你要随我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滇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奴才有话想要禀告。说。此话不方便在此讲，请皇上先移驾。现在就说。主子，奴才刚才领旨去帮着李太医捉拿刺客，可奴才刚一进去，这雪衣居士就说什么了？雪衣居士说，李太医还有易欢姑娘、丽妃娘娘，他们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而且他们都来自一个朱明联盟的基地，叫做明珠谷。雪衣居士真这么说的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光奴才听到了，这几个侍卫也听到了，还有李总管，他也听到了。回皇上，雪衣居士确实如此说，可易欢姑娘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诡计，并指证这雪衣居士乃是平西王派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陷害。皇上，我兄妹2人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欢妹还在雪衣居士手里，生死一线，皇上却在这儿怀疑她。若是让欢妹知道，她该怎样寒心呢？皇上，此番擒拿吴三桂的奸细，李太医和易欢妹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兄妹2人，无异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。此番这刺客还没有抓到，皇上可千万不要中了雪衣居士的离间之计，自断臂膀啊！是皇上，这雪衣居士确是吴三桂派来的奸细，他说的话不可全信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只是不敢知情不报而已。
现在只有雪衣居士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到底如何，奴才也不敢妄言。凭什么？朕不会相信吴三桂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雪嬷嬷武功极高，若强行动手，只怕会置欢妹于险境。不如先放他们离开。欢妹古灵精怪，一定能找机会脱身的。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奴才马上安排人手，在各个关卡路口拦截雪嬷嬷。不行，朕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奸细而危害到宜欢的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叔父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非要瞒着你，而是知道太多，对你并没有太大好处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舒婉心既是舒剑的女儿，舒剑又是皇上看中的臣子，那她怎么就跟雪嬷嬷成了吴三桂派到宫中的奸细了？而她又是你们朱明联盟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很复杂。叔父在宫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明白与人隐私者不祥的道理？康熙早就知道丽妃是吴三桂的内奸了，但他始终没有说过，是因为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叔父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？你以为我想知道这个杀头的秘密啊？不还是被你们给连累了吗？哎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皇上虽然是不动声色，但他肯定是疑心你们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在雪嬷嬷是吴三桂内奸这件事已经坐实了，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唉，你们呐，你们就是我李德福的噩梦啊！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怀疑李氏兄妹和雪倾城一样，都是吴三桂的奸细。但是现在，他们又帮着皇上捉拿雪衣居士，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。可是我听到了雪衣居士那段话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李氏兄妹并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明珠谷的乱党。但是皇上却仍是不肯相信，对吗？这次的情形很像是上次我们捉拿鳌拜时候的情形。李氏兄妹捉拿了鳌拜，鳌拜指认李氏兄妹是乱党，李氏兄妹却是鳌拜是在挑拨离间。而这一次，当雪衣居士说出李氏兄妹身份的时候，也正是李氏兄妹在拼命捉拿他之时，皇上自然会认为这雪衣居士也是在挑拨离间他们。皇上就这么相信李易欢？先有鳌拜，现在又有雪衣居士的指认，可皇上居然仍不忍心怀疑他。皇后，正所谓当局者迷。一直以来，皇上所能感受到的都是李氏兄妹在拼了命地保护他。
而这雪衣居士和鳌拜又都是他的政敌，他自然会偏向李氏兄妹多一些。可是以皇上的聪慧，我相信在他的心中，多少都会对李氏兄妹有一些疑心和戒心。我们只需要静待时机，一点一点地增加皇上心里的这份疑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皇上会醒悟过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不必拘礼了，快起来吧，坐吧。皇上可是一夜未眠呢，这眼圈儿都发黑了。没事儿，孙儿年轻，偶尔失眠一次不打紧的。皇上，你可知道这丽妃和雪嬷嬷居然是吴三桂的奸细吗？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居然把哀家瞒得密不透风啊！皇祖母息怒，孙儿并不是有意隐瞒，而是孙儿想将计就计，擒下这个雪嬷嬷，所以才让人封锁了消息。你就打算让这雪倾城顶替舒婉心留在宫里吗？她可是身怀绝技呀，万一她另有图谋，可如何是好啊？皇祖母放心吧，孙儿已经加强了安防，这雪倾城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孙儿的掌控之中。眼下朝野上下，如鳌拜、吴三桂等心怀不臣之心的人还大有人在。虽然想要杀一个奸细容易，但会让更多的奸细与朕敌对到底。若是孙儿采取怀柔之策，让这些奸细权衡利弊之后向孙儿投诚，那就能换来更多的人心归附啊！那雪倾城，他真的是向朝廷投诚吗？听说那雪嬷嬷曾揭发了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都是前明的余孽呀。你可不要怪罪皇后，她可是六宫之主啊，这后宫之中的事儿，她都应该过问。皇祖母，这雪嬷嬷啊，就跟鳌拜一样，都是报复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故意挑拨离间。皇祖母不必在意。此次雪嬷嬷虽然逃走了，但是吴三桂要弑君之事已经坐实，权臣就再也没有人敢支持吴三桂。以后孙儿要撤藩啊，也就容易得多了。皇祖母，这都是雪倾城和李氏兄妹的功劳。可万一这雪嬷嬷所说属实呢？皇祖母，眼下只有雪嬷嬷一人为证，并没有旁证。孙儿不想轻举妄动，孙儿不想伤了那些有心归附孙儿之人的心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暗中派人核查他们兄妹俩的身份。哎呀，只要皇上心中有数，哀家就不想操太多的心了。你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喜欢就拿一个。哎呦，是啊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，我7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名诸谷，义父带我来的就是这儿。你瞧一瞧，这滇州的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康熙真的要撤藩，势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真的要帮康熙与王爷作对吗？六师傅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出卖你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有什么苦衷，还是跟王爷说去吧。看看王爷是否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就是李易欢？小女子李易欢，见过王爷。17年前你刚刚出世，本王就曾见过你。
本王一生杀人如麻，却从未对谁心慈手软过。唯独当年想要杀你之时，你却对着本王突然那么一笑，看着你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本王居然下不得手。看来你果然命硬。易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易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果然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也未见得如何倾国倾城，却能把康熙迷得神魂颠倒。王爷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对皇上来说，不过是跟他后宫诸位家里稍有不同的野丫头，他对我啊，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，他和康熙早就已经是两情相悦、两心相许了。是吗？李定国一心要光复朱明王朝，他一世英名，却走了这样一步错棋，把唯一的女儿永历帝钦点的太子妃送到了大清皇帝身边。没想到，你却偏偏喜欢上了大清皇帝，哈哈，真是讽刺，哈哈哈哈，太讽刺了。哼，王爷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我大师兄朱哥哥。我跟我大师兄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婚约。我对康熙呢，就像雪姐姐对康熙一样，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权宜之计。王爷，这丫头满嘴跑马，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。王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上她的当啊！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这丫头如何向本王解释，他们将你和倾城出卖给康熙之事。王爷，我爹是真心想跟您结盟的。我们这次也不是有意破坏盟约，出卖六师傅来博取康熙的信任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因为这个裘贵啊，把真的舒婉心带到了索额图那儿，不得已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雪姐姐假装认罪，戴罪立功。这样呢，牺牲六师傅一个人，可以保全我，保全雪姐姐，保全了大师兄。这也是叫什么来着？舍居保帅之意。对，舍居保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该感谢你们明珠谷。哎呀，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，真是舌战莲花。如果你们是舍居保帅，为何当时不提前通知我，而是瞒着行事呢？你看你六师傅，我怎么跟您说啊？我们说牺牲你一个人，保全我们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肯定不愿意。再说现在，你虽然暴露了，但是王爷，雪姐姐还在啊。雪姐姐留在康熙身边，继续为您效劳，而我们明珠谷呢，保存了实力，对王爷您来说也是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。如果当时不是我急中生智，拿住了倾城作为人质，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了刀下亡魂了。而他们一定会让康熙以我为人证，给王爷定下个弑君大罪，逼着王爷反叛。到时候他们明珠谷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看，六师傅，哎，咱分析一下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没能杀了裘贵，才导致了这么多事情的发生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怕王爷责怪你，当然急着推卸责任了，口口声声说什么王爷对你有恩，你效忠王爷，可你呢，明知道皇上也有撤藩之意，只有王爷跟我们一起联盟，才能面对这个危机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在挑拨我们跟王爷的关系，你有何居心啊？王爷，我对王爷真的是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呐。他们明珠谷与王爷结盟是假，想要挑起王爷和朝廷的矛盾，他们好从中渔利才是真的啊！王爷，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本王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，把李一欢带到别院，好好安置。卑职遵命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易欢的消息了吗？
刚刚得到消息，奕欢已经被雪衣居士带回了滇都，直接带进了平西王府。那平西王有何反应？尚不清楚。微臣正在想办法打探消息。朕刚刚亲手拟了一道圣旨，令人快马送往滇都。朕故意用生气的口吻责问吴三桂，雪衣居士是否是他的手下，行此斩是否出自他的授意。皇上圣明。如果皇上不动声色，和和气气地说吴三桂是清白的，雪衣居士是在栽赃陷害的，只怕吴三桂会觉得皇上是另有所图，会对他不利。但皇上直接生气地质问他，反倒透着股亲切之意，会让吴三桂觉得皇上对他尚有信任可言。李爱卿不简单呐，朕的心思你都能懂。皇上过奖了，臣不过是偶合圣意而已。吴三桂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撕破脸，杀了奕欢，然后立刻起兵造反；二，放奕欢回来，同时把雪衣居士押解进京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继续和朝廷维持表面上的关系。李爱卿，你觉得平西王会作何选择？皇上，臣对平西王并不了解，对他的实力更是一无所知，臣不敢妄言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起索额图了？说实话，朕也不知道吴三桂王爷知道姑娘好美食，这些都是王爷特意为姑娘准备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这么大院子就我一个人住啊，王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把我送出去啊？哼。德行，亏什么也不能亏了自己肚子呀。早就听说云南美食最好吃了，今天总算大开眼界。哎呀，这是地形图。奕欢就被关在这个小院子里。啊，对了，滇都晚上都是要宵禁的。这是出城的令牌，你收好。可是，王爷明天一旦发现没人，你岂不是脱不了干系？没关系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这令牌，极少有人有机会能拿到。王爷是不会想。这是出城的令牌，你收好。可是，王爷明天一旦发现没人，你岂不是脱不了干系？没关系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这令牌，极少有人有机会能拿到。王爷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是啊，可是皇上已经下旨责问我父王了，究竟是把你师妹给放了，把责任推给雪衣居士，还是干脆直接起事？要是决定直接起事的话，那你师妹就危险了。但我毕竟还是他的儿子，最多他也就像上回一样打我一顿，不会要了我的命的。可是，你为了我，
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和你父王作对，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个吗？况且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希望看到我父王犯下更多的罪孽，也不希望看到他跟朝廷决裂。吴三桂，每天把这么多美食跟水果放在我面前，真的把我当成只知道吃的猪了？我就不信你能一直把我囚禁在这儿。叶哥哥、樊姐姐，小师妹，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，太好了！小师妹啊，你没事吧？吴三桂没有为难你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呢。还好你们救我，再不救我，我就成猪了。吴三桂知道自己野心暴露了，康熙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他已经在谋划怎么起兵造反了。如果他一旦认定我们不是真心与他们结盟，一定会杀了你姬妻。我们还是快走吧，此地不宜说话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拿下！别动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渔网，这是为师精心打造的金丝网，你们谁都别想跑掉！李欢，你本来已经说动了本王，只可惜你这2位师兄师姐却沉不住气。如此一来，本王算看明白了，还是雪衣居士说的对，你们朱明联盟和本王结盟毫无诚意，完全是想利用本王来对付康熙。本王绝不会上你们的当。你把他们全部押回王府。聂德福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欢和李建清是否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？皇上，奴才呢，平时只是专心伺候皇上，对别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况且李氏兄妹眼下又是皇上看重的人，奴才不敢妄议呀。你这老东西！眼下有没有外人，就直说吧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朕也只是随耳一听。回皇上，这李氏兄妹都是来自民间，又都是百姓，自不比别的臣子奴才，不可完全相信。可是皇上几次遇到危难的时候，这李氏兄妹啊，又都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特别是这世淑姑娘，她平时啊，怕苦、怕累、怕疼，也怕死。可是，在关键时刻，那真是舍死忘生的救护皇上。依奴才看来，不像是伪装的。一欢对朕的一片真心，朕是感受得到的。但是前有鳌拜，后有雪衣居士，他们2人同时指认李氏兄妹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朕的心里也未免有一些放心不下。这雪衣居士呢，是吴三桂派来的杀手。对于这个人，奴才不是很了解，
可是鳌拜奴才十分了解。鳌拜跟吴三桂都是皇上的敌人。这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。一欢、倩影、默生，你们和倾城一样，都是我看着你们长大的。你们最好老实告诉我，被你们调包的金钥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那为师就会替你们向王爷求情，饶你们不死。哼，六师傅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五师傅唐一手是鳌拜的奸细。樊师姐把从吴应琪手里调包的金钥匙交给了太子，唐一手又把那把金钥匙从太子的手里调包了。现在唐一手死了，那金钥匙到底是上交给了朝廷，还是被他自己给私吞了？早就无处查证了。不，金钥匙不可能在唐一手的手上。唐一手也并不是什么鳌拜的奸细。那日，我跟我娘给武师傅练诗，这鳌拜的腰牌乃是亲自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一块腰牌能证明得了什么？总之，唐一手并不是什么奸细，唐一手也并非我所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抵赖？我再说一遍，唐一手并非我所杀。那日，在城郊的荒庙中，我冒着被暴露身份的危险去救二公子，于是，我悄悄地给石青红传递了信息，让他发起进攻，配合我行动。快，这边！王妃，千万要沉住气，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内奸。李定国他们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。我先救走二公子，回头再想办法救你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快醒醒，快随我走！二公子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二公子和侧王妃已经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。于是我就取消救走二公子的计划，由原路从屋顶悄悄地退出厢房。我当时在想，如果侧王妃真的要出卖我，那我只能放弃潜伏，逃回到王爷的身边。所以，我怎么可能去厢房杀二公子和侧王妃？要是那样，我怎么向王爷交代呢？为了掩饰自己，我当时和靖王还有陈胜男并肩和清兵作战。当我再进入厢房时，我发现侧王妃被一刀毙命了。当时我心乱如麻，我在想，侧王妃被杀了，我如何向王爷交代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被杀的居然不是侧王妃，而是唐一手。老五，武师傅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唐一手到最后，居然被大家认为是鳌拜的奸细。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既然唐一手不是我杀的，那这凶手一定另有其人，而这个凶手才是真正的鳌拜的奸细。他一定事先识破了太子、靖王，还有唐一手的计谋，然后暗中用呆若木鸡散毒倒了伪装成侧王妃的唐一手，然后趁乱杀了唐一手，将自己的腰牌放在唐一手的身上，将奸细之名
栽赃给唐一手，最后再将杀死唐一手的凶手之名嫁祸于我。六师傅真是好口才啊！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想故意挑起我们明珠谷的内斗，让我们互相猜疑，然后你们好逐个击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李定国和朱慈轩设下的圈套，我以为在那厢房之中守着二公子的，就是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。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他？你当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想趁乱杀了侧王妃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事后你大可以在王爷面前将责任全部推在我们明珠谷身上。对，当时大师兄要我们每个人在二公子身上刺一件事，你为了掩饰自己，不也积极支持吗？我哪里是在积极支持，我只不过是在被迫表态。而且当时我也是在赌，我在赌朱慈轩，也许只是在虚言恫吓。如果他真的要下手，我肯定会立刻逃走，到时候我的身份就会暴露，而你们就不必再杀二公子了。哼，你现在自然会如此狡辩。可你对自己养育了10多年的徒儿都毫无真情，又怎么可能为了二公子而牺牲自己呢？六师傅，五师傅就是你杀的，那金钥匙没准也落在你手里了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私吞了这金钥匙，所以撒了这弥天大谎。不错呀，好一招一石二鸟之计啊！王爷，你就要中了这些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啊！我对王爷是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的，王爷。六师傅，此次行刺康熙失败，康熙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心里已经容不下王爷了。王爷唯有与我们明珠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才是上策。你口口声声地说一心效忠王爷，却偏偏要挑起王爷与我明珠谷之间的内斗，你对王爷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王爷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六师傅给您戴的铜匣应该不是真的，要不然您试试。那铜匣的真伪如何辨认？我爹说过，那个铜匣乃大明最顶尖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。那铜匣上面有9条龙，如果是真的放在水里，那9条龙就能游动起来。所以想试真伪，把它放在水里，便知真假了。我刚刚试过了，那铜匣果然是假的。丫头，该不会真的铜匣其实一直在你手上？你让倾城调包的是个假铜匣吧？我要是这么有心机的话，我怎么会被你骗到现在啊？那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就是倾城的。是，一定是倾城。他把从你这得到的真铜匣藏了起来，却给了我一个假铜匣。六师傅啊，我真替雪姐姐寒心。她一直视你为神明，而且她知道她弟弟在你这儿，又怎么敢私藏铜匣呀？她之所以出卖你，是因为她的身份暴露了，还有，她知道她弟弟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出卖你的。王爷，我交给你的铜匣就是倾城给我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假的铜匣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六师傅，你是不是想私吞大明的宝藏，所以才说金钥匙和铜匣都在我明珠谷手里啊？你想这样骗过王爷啊？你可真行！你这个死丫头，平常看你吊儿郎当不学无术，没想到你耍起心机来却如此可怕。我哪有心机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吵了！把他们给我押下去。是。
小师妹，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厉害啊！只怕现在六师傅肯定很后悔，没能在来滇都的路上狠心杀了你。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如果平西王跟咱们明珠谷联盟破裂的话，那我们就都活不成。王爷，如果你怀疑我，就杀了我，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对王爷的忠诚。唐一手真不是被你所杀。王爷，你对我有恩，我是为了报恩才誓死效忠王爷的。试问，我怎么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，去杀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呢？那这个铜匣应该是被倾城调包了。以我对易欢和倾城这两个孩子的了解，易欢倒是不太可能调包这个铜匣，倒是这个倾城，表面对我唯唯诺诺，实际上只怕一直藏着别样的心思。这次他知道他弟弟已死的消息之后，就立刻对我翻脸无情了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个铜匣应该是在倾城手上，至于这把真钥匙，应该是落在了那个潜伏在明珠谷里的鳌拜内奸手上。多谢王爷的信任。嘘，把李易欢他们给我押回来。是。李易欢，这是皇上的亲笔手谕，你且看看。哼，皇上这还挺生气的啊。皇上虽然生气，质问我是否就是幕后主使，可质问的口吻中仍透着亲近信赖之意，所以，我只要将雪域居士和你们三个一同押解进京，就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能立个大功。雪衣，愿为王爷效忠，以性命来换取康熙对王爷的信任。李易欢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你爹想和本王假结盟，暗中挑起本王与康熙矛盾的诡计，注定是不能得逞的。王爷，你误会我爹了。你当年逼着我爹杀了我娘，我爹心里确实恨你，但你也知道，在我爹心里，光复大明的大业远胜于私人恩怨，所以他是真心想跟你联盟，一起对付清廷的。可本王并不想造反，我这个平西王当得还算舒坦。可是您这个平西王也当不了多久了。您觉得您顺着这条圣旨顺坡下驴，把我们几个卖了，再杀了雪衣居士，就可以打消皇上的撤藩之意吗？那您就大错特错了。这皇上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过，之前鳌拜是他的心腹大患，现在把鳌拜擒了，王爷您就是皇上心中一根不得不拔的刺。康熙果真这样说？当然了，不信我给你演一个啊。他是这样的：吴三桂这个老匹夫啊，他想躺在功劳簿上多少年？这每年管朝廷要银两，国库都空了，这如今还蹬鼻子上脸，900多万两雪花银啊，还不给他挥霍的呀？圈占民田，广征官市，自主私钱不说吧，这老匹夫居然敢弑君，弑君可是大罪啊！可恼可恨，这老匹夫比起鳌拜来说，过10倍有余。朕早晚亲手灭了他。康熙小儿，欺我太甚。王爷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的道理吧？这么多年，
您派雪衣居士潜伏在明珠谷，一直不动声色，而且还让我们壮大势力，为的不就是今天吗？所以王爷何必喊打喊杀的吓唬人呢？之前只听说李定国的女儿贪吃贪玩，不学无术，没想到却有如此见识。王爷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吧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是我之前听我爹还有我大师兄他们分析过，我也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。王爷，我们明珠谷是真心想同王爷结盟，共同对抗清廷，还请王爷三思啊！你若是把我们3个押解进京，相当于我们2家自相残杀，反而让康熙坐收渔翁之利。但如果你把奕欢送回康熙身边，对你我来说可是有天大的好处。打开镣铐，放了他们。遵命。六师傅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所有干系你自己先担了。放心吧，有徒儿在，徒儿一定会在龙小弟面前替你求情，保你性命的。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王爷，您也放心吧，我也会向皇上请求，请他推迟撤藩时间，给您时间准备的。好，也请姑娘帮本王向令尊大人转达一句话：先齐心协力，把清廷赶出山海关去，万万不可再生异心，反倒让清廷渔翁得利。一言为定，王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父王，那我们走了。娘，去吧，您多注意身体，一路小心。皇上有旨，将雪衣居士暂押天牢，宣吴应奇、石青红觐见。臣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没有宣我吗？皇上说，先让奕欢姑娘回永乐斋歇息。李公公，这次回来，皇上不应该很想见我吗？毕竟我九死一生回来的。可是为什么皇上让我直接回永乐斋啊？是不是识破我了，不想见我了？皇上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心里肯定已经怀疑你们了。皇上不见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反正你是不该回来的。我这条老命啊，算是彻底搭在你们手里了。走吧。臣吴应奇和副将石青红护送笔墨侍书李奕欢回宫，并押解犯人雪衣居士进京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代臣父请罪，请皇上治罪。这平西王何罪之有啊？家父讲，他当年带兵剿的梅花门，与雪衣居士结下了血海深仇。雪衣居士假扮成丽妃娘娘身边的嬷嬷，前进皇宫，意图行刺皇上。可是行刺失败后，又将皇上身边的侍书姑娘劫持到了云南，意图栽赃给臣父。好在臣父设计将她擒住，救出了侍书姑娘。臣父命臣一定要向皇上请罪。哼，这平西王不惧流言挑拨，擒下朝廷要犯，还救了朕的侍书姑娘，不但无罪，反而有功啊！朕要好好褒奖。二公子，快快请起吧。臣代臣父谢皇上恩典。
请。多谢李公公。啊。李公公，哎，玉欢姑娘，你没回永乐寨歇歇啊？我想见皇上。皇上说了，他不想见你。皇上不想见我。哎，玉欢姑娘，奴婢一欢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奴婢一欢叩见皇上。名声吧。龙小弟，我回来了。朕知道，朕又不是一个瞎子，你一个大活人站在眼前还看不见。我九死一生回到你身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？好像还有点生气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我知什么罪啊？你犯了2条重罪。哪2条重罪？第一，通敌。我通什么敌了？朕问你，雪衣居士行刺阵失败以后，用丽妃当人质，你为什么要救下丽妃，自己去做人质？奴婢舍身救丽妃，那是因为丽妃平日在宫里对奴婢颇有关照啊。丽妃和雪衣居士都是平西王派进宫里的奸细，你用自己顶替丽妃，让朕不得不放了雪衣居士，难免有奸细之嫌。那皇上这么说的话，奴婢还有好多罪状呢。说来听听。这罪状1嘛，就是奴婢劝说丽妃自首，并且告发雪衣居士。这罪状2呢，就是奴婢让奴婢的哥哥冒充皇上，让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功败垂成。这罪状3嘛，就是奴婢身为吴三桂的阶下囚，还不忘为皇上着想，还去刺探他的军情与实力。朕怎么听你说的不像是通敌罪状，反倒是在为自己邀审啊？奴婢的通敌罪状全都供述完毕了。第2罪是什么？